南投中寮石龙宫真侪人会去遐拜土地公顺线食泡面，所有诈骗集团讲因有土地公指示的名牌，标榜是赶紧买回，讲这就是诈骗。另外，高雄高山消防分队这2天是真困扰，是因为有人伫网络顶头曝光有白沙屯马的地桥金，会当来到这消防分队含伊见面，当场来领走。这民众掠准讲是消防队伫咧本，电话就一直落来啊。 影片伫咧面册内的社群传来传去，讲影片内底讲话人是南投县中寮乡石龙宫的主委，也讲标内土地公的指示名牌号码互信徒调奖，调奖了后交钱加入会员，用摕到半年的名牌号码。呼吁咱大家信任来看，这是以外人有心之人所创造的所以甲石龙宫拢无什么关系。 石龙宫电称互模样，强调庙内唔捌有这个服务。主委也讲，影片内底人唔是伊。24日代表庙方至派出所报案，并提告妨碍名誉。本分局依法受理。会先查证一下，然后可能打165或者是先 Google 一下这样子。中国信用力量真大，定了诈骗集团模样，警方提醒民众爱多多查证。另外一个祈求中国保庇的账号唔是诈骗，不过也造成消防人员的困扰。 因为早上已经好多位民众来，这2天，高雄高山消防分队一直爱对民众解释，因为有志工免费提供白沙屯妈祖地桥金，民众会使用邮件来讨，也会使伫高雄家己来摕，确实不少人，敢若无看到因家己来摕这个字，误以为伫消防队摕。我们有跟消防队讲的，不是在消防队，不是消防队发的啊，是我们约在消防队门口啊来拿给他们。偷文的时候。 他可能是文字上有一点误解，就是让其他民众表示以为说可以来分队做领取。志工赶紧澄清，也对造成困扰是真实的。只是分队本来以为互模样，伊就向警方来报案。加在志工有出来说明，才知影讲这完全是误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